你们今天吃的饭菜全都免费。哼，你把我们饿到现在还想收钱啊？哎，你这儿是不是进水了？赶紧收拾干净，走人。哎，你说他凭什么配得上我们的男神叶家，还有股神李欢？你说他到底是绿茶的，还是花茶的？这又没胸又没屁股的，要不拍个照片发到网上问问？我来。你干嘛偷拍啊？送餐迟到是我的错在先，你骂我就忍了。你又偷拍又搞人身攻击的，你们又是什么品种啊？你放手，还给我！还有，带上你的垃圾，滚出去！你们不是说这些不是人吃的东西吗？我看这些东西啊，就该给你们吃。你骂谁呢？我骂人了吗？Sorry， 一时嘴快没忍住。你看，先是男神，又是股神，这会儿连小鲜肉都去招惹。各位阿姨、大姐，想必都是公司的中流砥柱吧？像刚才那样的泼妇骂街行为，不用顾及公司形象吗？阿姨、大姐、泼妇，好男不跟女斗，闪！别走啊！对不起啊。什么女人这么没礼貌？你好，我叫黄辉，25岁，硕士在读，本市户口，单身，白羊座，无不良嗜好。你相亲呢？我叫冯峰，刚才谢谢你啊。你就是那个网络小说家冯峰啊？说了你可能不信，我和我妈都是你的忠实粉丝啊。真的？真的。你在这工作啊？没有，刚来面试，本来准备来这工作，就在刚刚放弃了。为什么？你想和一群泼妇一块工作啊？Sorry 啊。饿了。好了，把手拿出来吧。我这左手已经被你打得手无完肤了。那就换另一只手呗。地下别动。别动！你叫什么呀？疼！哎呀，成功了！Yes！ 我来帮你。不用，今天你是我的客人，快坐。哇，你怎么知道这些都是我最爱吃的菜啊？嘴巴还真甜，快尝尝吧。好吃。慢点吃。幸好不是周末，要不然我真没有办法享受你们的 VIP 待遇，有老板娘陪我一块儿吃饭。就算是周末，你也是绝对的 VIP。真的？我这店里平时都没什么人来。谁说的？我这个忠实顾客不就来了吗？快坐。哇，你怎么知道我要来？还把我最爱吃的菜都做好了，抱抱。好了好了，来了新朋友。你们的口味都差不多，快吃吧。这谁啊？这位小姐，我这么大只在你面前坐半天了，你看不到吗？你好，我叫任静。黄辉。
静静是我们店里的常客，救死扶伤的人间天使，未来的大医生。就他？黄辉就是我跟你说的那个今天帮我解了围的大恩人。就他，手无缚鸡之力。黄辉单身，硕士在读，白羊座，本市户口，无不良嗜好。你把我的自我介绍都记下来了？哪有人这么自我介绍的？移动版人肉征婚啊！哎，你今天第一天工作，怎么样啊？别提了，老板长什么样都没看到。那你没见到，怎么给人家看病啊？隔着块帘子呗。现在的有钱人真是任性，也不知道他是到底长得有多丑呢，还是毁过容呢，还是脸上有个疤。换位思考一下，还不知道是谁长得丑。喂，小美，你到了没？我已经武装好了。你放心吧，我现在没以前那么红。昨天从机场回来，一个人都没有认出我来。好了，快点儿。你是否与叶波断绝了联系？你们还会联系吗？电影《拐个黄金回》现在停止拍摄了，你怎么看？你的前男友李欢呢？在国外是吗？跟他还有联系吗？可以回答一下吗？不是，你们千万别误会，别误会。让！柳儿，怕什么？还愁挺胸，朕难得为夫出巡一次，受万人敬仰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走。皇上，皇上。这么大个家，说没就没了。也不知道叶波他过得怎么样了。我怕你忘了回来，不记得我在，你就像天边的云彩，我无法将你拥入怀，陪你看的那你还是那么美，还是那么眼光四射，而我已经从小鲜肉变成了猕猴桃。这是什么地方呀？哎呀，皇上你没事吧？没事没事。这是何物？怪物！这天下竟然有怪物！阿黄，我的。皇上，你要干什么？不要过来！朕！休狗碎大事！哇！嗨！美。皇上，给。哎，
皇上，这，哎，月之下，疼！哦，这明白了。哇，这真的是太神奇了！好了，哎，这让你当真的天生无畏保驾护航。这位公子啊，请问你尊姓大名啊？福生。福生，担驾。是。峰峰，我想来这儿做兼职。喂，打工还是泡妞啊？店里就小猫2、3只，用不着你帮忙，也没钱付你薪水。我说过要钱了吗？我是来体验生活，做义工。冯峰的店虽然不挣钱，但也不至于悲惨的要你来做白工，动机不纯。对不起啊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都是这个家伙给我气的。没事儿。也许在你们的眼里，我做的是个赔本生意，又浪费时间又浪费生命。但其实我开这家店，是为了等一个人。等一个人？等一个不知道是亲人、是爱人，还是一个什么都不是的人。